民进党号称是民主进步党，打着民主进步，其实呢在做民主的独裁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我们应该给它改名字，叫民主退步党。我是带着这个国旗进白宫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蔡英文没有能力进白宫了，我也不希望他能够进白宫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呢做了一顶帽子要送给蔡英文。如果今天底下有民进党的同志愿意把这个等一下送给蔡英文，我上面有绣到蔡英文3个字。今天下午敢做好的，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总统，他代表中华民国到美国去过境。我希望蔡英文总统有种的话，带这顶中华民国国旗见我们所有的侨胞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。